1966年，日本静冈发生一桩灭门血案，将保险区的运动员跨电岩防指控犯案判死刑，坐监47年了后，伫个2014年出现新证据，案件定审，去年总算是该判无罪。今麦法院宣布要赔偿2亿的一票，下台票是4782万，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金额上悬的刑事赔偿金。 伊是全球被关上过的死刑犯之一，跨天岩。去年得到平反了后，伊共坐监47年，精神健康受到伤害。透过律师要求赔偿，愈悬愈好。28日，法官批准伊的求偿，也同意伊做受的是非常严重的精神伤害甲肉体痛苦，赔偿金2.17亿一票，合台票4782万，会由日本政府来付。 这刑事案件，毋但是亲像伊律师所讲的，是日本史上上大笔的赔偿金额，也是时间上长、上名法律长篇故事。伊今年89岁，少年时阵是职业保险区选手。伊伫30岁迄一年，遭到指控涉嫌美术工厂头家一家死的人灭门血案。伊先是法院犯案了后，佫承认犯行。审理期间，伊佫反口径坚决否认害人。当初签的自别书是遭到警方严刑逼供。1980年死刑定验，2014年新证据出现，当初用来定罪有或者3其实伫案发了后才被告一坑的，伊也得到假释重审，去年被正式宣判无罪。 伫法院外口数百支持者听到法院宣判无罪释放，原声欢呼。不过，伊也安尼精神状况恶化，免出席法院所有审讯。伊91岁阿姊为假释了后，就负责照顾为清白奋斗。佮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言讲，闭关了后的跨田生活伫家己世界无法度辨识现实。这案件引起大家对日本司法制度质疑。 包含中心审理所耗损的时间资源，不应该非法摕到口径。公视新闻，恩惠玲报道。